我在学校里我没老婆，对那好像没有，我没有。学校里有老婆吗？看我大老婆，这是我老七。看祝英台，祝英台不在这里吗？刚才他们说要看你，要看那个万松书院那个祝英台。两个找了一个地方约会。那你回来呀？我们还没约完。毕竟你的话输了的话，你就怎么样？你说了算啊。婷婷你自己说了算吧。我自己说了算，给你卖个萌啊！好，给你抛个媚眼。你大老婆，你做了什么表情？不是他大老婆，大老婆哎呀。慢好，走慢一点。我想跟你，那我远一点，我远一点，这样不要。你有脸，我有脸。你去给他们演一下。我要。对，情侣照。自己的女人是什么机人？两个樱桃，手长不会秀的看，看，今天真漂亮，你也漂亮的。哎呀，好小爱心，你看。盖头要么到我头上，要么到他头上，他自己不到你头上，你头到前面去。你们给他再来个盖头好不好？他就捉我，他没有头，然后自己买，怎么给你买一个头？能不能弄的？我要盖头了！我看看我能不能送你了，你帮我出段。那哎呦，那这大姐是礼物，那礼物怎么了？做我的新娘，是的，你做你的新娘。你就这么把我丢了，看着我袜子都掉。我觉得女生，我觉得我头发不行了。